这个甩炮。这个位置，这吹得好哎，这吹得很好，老三。吃饭。火米浆，我们这个是在攀枝花市弥县。这个河是安宁河，这个河道是专门用来那个皮划艇训练基地用的。这边旁边是大的，然后这一个把它引流到这边，然后你看吧，这边。这条河专门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训练，一直往下面走几公里，全长应该有3、4公里吧。边走边摔，哎，往下面啊，看我现在。这边是洗手间、管理室，这边搞得很好。这边边走边摔，这声音好小。下来吧，我们晒太阳喽。这边看一下这个安宁河，很宽的，100-200米吧。这边晚上放火炮、放鞭炮都在这一片，其实不存在，这个没有限制，这边随便你放，哪个地方都可以放。这个地方是终点，这边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一直走这边，按照河边走几公里、10多公里都有，绿化的很好，这边设施也好，都有人维护。对面那个路就是。来看一下啊，那边就是雅西高速，是西攀高速，就是那个这一片啊，这个地方从这个穿过去，那边有个山洞，那边就穿过去。按照河边走的嘛，高速嘛，就遇到山打洞。那个从成都到这个位置是550多公里，你到了西藏之后再往前面走100多公里，然后你这个位置再往前面走100多公里，就到攀枝花市。这边那个对面在要修桥，我从那边引过来。以前这边有个简陋的那种溜索那种，就吊东西那种，那边拆掉了，然后把这个地方要连在一起。这看嘛，这个地方正在施工。正在施工这边。走吧，下来吧，下去玩。哎，走。我不晓得，你肯定跟说。他肯定是晓得。我中学有个群，那里头就是全部是经理。我们芳芳根本就不怕。啊，走啊，走这边，走这边啊，走前面。没问他远大的。
这边温度现在应该是20多度，体感温度在26、7，中午的话27、8，一般前年的话应该是30度，去年没来。走了，在这边喝饭。哪个房子后来卖？在这边。后来那个房子都没修完，那就没出去。哦，后来乡下都去那里。要到我爸爸了，我都给他收一下。走慢点。走吧。来个抱。
在哪等你？我在海上等你。
那宝。那个宝。
控不住自己，控不住自己。上面就是高速穿城而过。草场镇一园梅香共福农场，草莓嘛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好吧。
时光水街，好，终于到了。都不要跑进来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有点屎。我去逛一下。迷不城。请使用微信扫码支付。正在出货，请稍后。出货成功，出货成功，请从取货口取走您购买的商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里喝水啊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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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人都没有，还是跑逛毛线。啊，你看里面是谁？走吧，走。玩玩，走啦，走啦。你这人呐，你没走的话，我包了你。我包了你，你没走路。佛牌把子嘛，哎，嘎。来吧，我喝点水，走，喝点水，走吧。人家不能吃哎。
管理的。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水不喝啊？他不喝水，不喝水，家伙，搞我关了。刚刚吃过的那个羊肉北酱都拿得香了。靠边。
幼儿园密县草场镇幼儿园。离我们只有9公里。啊？这离我们只有9公里。你好朋友他们打麻将，原来你跟我自己讲了。说好没有错，是我往这样你看。回去。好妹。拜拜。啊。车款13.5元。这里有个哪点？你俩
过来过来。买衣服1000多，买玩具1000多了，自己买玩具。啥子用我都我说。Allez, go. Ciao.
个必须做起去必须要那个。他这买旧的时候，他这个设计不安全。